这群北区核心里65岁以上长辈聚集，一起来听取钟家宽平所安排的媒体识读课程。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和纽约大学研究指出，扰人就是假新闻最大的分享族群，而且透过 LINE 群组就是主要的传播管道之一。根据分析，因为老人相对病痛多，会关心相关医疗保健资讯，较容易接触到假消息，所以课程当中透过实际案例教大家如何分辨。更重要的是，有8个查证软体来防止照骗。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还有真的假的，事实查核跟真的假的，有这样那个。真的假的啊？如果你对那个内容还有疑问，你还可以去人家的那个网站上，然后反映，你觉得这则讯息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还会有专人来跟你分析。还有这种趋势科技防诈骗达人，这种的话还可以直接贴连结，单购的那个网址，这样你就不会说随便乱点你的那个账户就会被盗光光。疫情降级后，核心社区关怀照顾据点1周已经恢复有3天的课程。这回在里长的热心配合，结合成大医院的健康促进，让长辈收获满满。这段期间，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啦哈，咱的成大医院，咱的廖护理师啦，以及成大医院的服务团队哈，也都来到现场来服务咱这长辈啦，包括咱今天哈。咱双手能安排这么好的课程哈，咱的长辈对于媒体哈认识更多，以免以后咱的长者会受骗啦。如果这个长者看到这一面假讯息，刚好是他本身罹患了这个疾病，他就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就误认为原来打胰岛素会洗肾，或许他刚好就是糖尿病进展到医生要叫他洗肾，要叫他洗肾或要叫他打胰岛素，所以当他自己亲临到目前现阶段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假讯息，他就会没有去求证，那他宁愿相信这些假讯息，然后来错过了医疗方面正确的处置。透过中嘉媒体、三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到社区来宣导这个假讯息要怎么识读，对民众的一个媒体识读的一个影响，让他从他自身改变。或许我们这一场活动里面就有一些长辈把这些假讯息就在他这里终止了。钟家宽平三冠王双子星团队结合各界资源，持续深入社区来宣传媒体识读，陪伴长辈一起来打击假消息。终结假消息，赞！记者郭文吉、林庚台南报道。